扎西德勒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来学五韵的藏文。我们先来看一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。我是旅查下呢，一到卡座下去的熟悉，到地头了，因为草要碰不起，因为数据碰不，草要碰不，因为贴着地上面都是一碰不，因为来这这来都是一碰不，因为南是一碰不，这这嘛呗，蓬波nga，蓬波是韵，nga我们之前学过了是数字5，蓬波nga就是五韵，蓬波nga。第一个苏吉蓬波，苏是色，吉是的，蓬波是韵，苏吉蓬波是色韵，苏吉蓬波。达赖喇嘛尊者有举例形状及颜色。ib 是形状 ib， 卡多是颜色 卡多。第二个搓微蓬波，搓哇是感觉感受，对于自境以自力感受的心所称之为受。以是的，蓬波是韵，搓微蓬波就是受韵，搓微蓬波。第三个笃谢给蓬波，笃谢是想，认为这是红，那是白，心里想着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对于自境以自力直向的心所称之为想。给是的，蓬波是韵，笃谢给蓬波就是想韵，笃谢给蓬波。第四个笃结给蓬波，笃结是行，俱舍论中有一句笃戒蓬波习累贤，四余为行韵，意为五韵当中色受想是四者以外的韵全部都是行韵。行韵所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，在所有的心所当中，除了前述的受与想以外，其他所有的心所全部都包含在行韵里面。给是的，蓬波是韵，笃结给蓬波就是行韵，笃结给蓬波。第五个nambar谢比蓬波，nambar谢吧是是跟心王二者是同义，以呢是的，蓬波是韵，nambar谢比蓬波就是是韵，nambar谢比蓬波。所以色受想行识，我们可以说苏搓哇笃谢笃结nambar谢吧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蓬波nga，蓬波nga，苏吉蓬波，苏吉蓬波，ib ib， 卡多卡多，搓微蓬波，搓微蓬波，笃谢给蓬波，笃谢给蓬波，笃结给蓬波，笃结给蓬波。nambar谢比蓬波，nambar谢比蓬波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扎西德勒。